沙龍兄弟姐妹們，我相信切家見到能聽上帝嘅話，切家就係最享受嘅人，最得福嘅人在上帝嘅方面，因為主耶穌嘅恩典唔是超對切家，家嘅愛唔是過失對切家，因為到在拉達班3天22節都有人講到上帝嘅愛唔是過失，上帝嘅恩典唔是超對切家，因為到上帝嘅忠心嘅切心對切家十分開，上帝唔是病嘅切家，上帝唔是愛嘅切家等下，思想甲切家同在，所以呢，切家做上帝嘅那最享受最得福嘅人，在約翰福音有人講，在詩篇記34第16節有人講到，上帝嘅牧主將在義人，義人係咪呢？義人屬於orang yang benar，對嘅人都係義人。有啲家嘅聖經有人講到，上帝嘅牧主都係將在義人。接下呢，家嘅義空，上帝嘅義空，時常要談義人求其到浪嘅。所以呢，自家最得福人最享受嘅人，我都講啊，因為乜嘅呢？上帝嘅義空要聽自家嘅禱告，家嘅牧主要將在自家嘅生活中，所以自家唔是驚，唔是愁，世間你喺度要上帝嘅同在，自家要苦中要苦難，自家請上帝，自家禱告，自家讚美佢，一天佢要聽自家，因為佢聖經有講咗，家嘅牧主都係將在義人，有時將在兄弟姊妹，家嘅義空要聽自家說，家嘅義空要聽自家禱告。啊，你咪學手自家唔是手，係我講呀，自家要買嘅平通，自家可以寫嘅，可以求嘅，我相信佢能夠做善者，本自家感謝主耶穌，自家要讓嘅見證，要用上帝嘅話嚟本自家強，嚟行呢個實現，行呢個社會，一天自家得勝，我禱告本兄弟姊妹，每周先自家能行嘅嚟讚美主，嚟拜主。主耶穌，感謝你，一個短短嘅話語，能夠本兄弟姊妹得到一個力量，得到一個福氣，因為耶穌基督唔是병喺我度殺，要不平要困難，在一個奇妙嘅事中，你嚟摸出，你嚟嘅勤手，你嚟祝福佢身體健康。哈利路亞！即刻齊齊講阿門。